何等的感激，感激不尽。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，思想的爱使我敬畏，将在你面前歌颂你名。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，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，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，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。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，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，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，复活的主我深爱你，告诉世人你爱我从不到如今，复活的主我深爱你。各位主深深听每一个人，咱甲咱边仔的兄弟姊妹讲，耶稣告我，耶稣听你，好无？耶稣告我，耶稣听你。咱为着今仔早起的敬拜，咱开车来祈祷，盼上帝的圣心临在咱中间，盼上帝这个时阵临在咱中间，设立宝座在咱中间。咱早起咱有敬拜这个所在，咱有圣歌队，有乐团，叫做传咱做伙敬拜。咱用安尼来献上俄罗，献上感谢。咱为着今仔早起牧师的讲道，咱来献上祈祷，盼上帝使用牧师的嘴来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为着今仔要受洗兄弟姊妹来祈祷，盼上帝伊的圣神临感动伫遮所有兄弟姊妹，互因有一个新的活命伫因的生命中间。咱为着伫对面的教育中心的罪恶，也嘛有献着活动，咱为着因来祈祷。咱开声为着今仔早起的敬拜，咱开声来祈祷。还有对啊，阮为着早起的敬拜开声祈祷，盼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。主啊，感谢你使到你的圣神伫阮中间，你设立宝座伫阮中间。阮早起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这所在。主啊，你是国外的主，你是永远的主宰。我要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要一切阿罗感谢，感谢上帝你，让透过阮早起敬拜搁一遍，互阮的生命这个更新着反转。对啊，感谢上帝你，安尼做做着对生命来叫，对啊。主啊，我感谢上帝你，互阮早起有一个国外的主日，阮早起正兄弟姊妹组织这所在，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你，要来学罗你，感谢上帝你设立宝座伫这个所在。阮早起透过早起敬拜，搁一遍，甲上帝你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我嘛要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这所在，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你。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就诗歌，用真实的心，用真实的心，行好伫你面前，开我心门，互我看见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。我一遍讲用真实的心，用真实的心，行好伫你面前，开我心门，互我看见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把对你来的温柔撇避，我的温柔。我过往，我的问题你不会为我老，我的问题
哈利路亚！咱从一切荣耀归咱上帝，你是看着咱恶乐的主，咱来恶乐伊。我老主基督，甘愿以现在救罪人，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帝。我老主，我叫我老，我老主，我叫我老。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。我老主基督，甘愿以现在救。上帝，上帝的名遍遍这世间，我在我讲也我见，我愿意跟你破败在你面前。我老主基督，甘愿你现在救我，你是弥赛亚，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，颂赞主。高声欢唱，当我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，颂赞主基督，高声歌声来救罪人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帝。上帝的彰显于世上丰富恩典，天天都看见，愿一切归去。耶稣因你生命，我们敬拜，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我们敬拜，也承认你是主。耶稣因你生命，我们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，我们敬拜，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。
我，耶稣以我我一边做，我讲耶稣是咱的生命主宰。耶稣是你，耶稣是你，不求信心，我是我，耶稣以我是你。我有信心，不求信心，我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。咱这时做做来念圣诗，圣诗104首。